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批互迄个被吊伫被上帝来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主爱侪侪的加互恁。亲爱的兄弟啊，我想尽心写批互恁，论甲咱当得救恩的时阵，就不得不写批劝恁，爱为从前一摆交付圣道的真道，极力在争辩。因为有一寡人偷偷入来，就是自古必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咱上帝恩变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无认独一的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伊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佫把遐个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事，恁既然拢知影，我却要提醒恁，佫有不守本位、离开家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所连甲因永远拘留伫黑暗内，等候大日的审判。佫如索多玛、蛾摩拉甲周围生育的人，也照因一味地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做梦的人，也亲像因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伫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甲魔鬼争辩的时阵，上却毋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伊，只敢若讲主责备你吧。但这人诽谤因所毋知影的，因本性所知影的事，甲遐无有灵性的畜类共款，伫这个世上竟败坏了家己。因有好了，因为行了该隐的道路，佫为利往巴兰的错谬来直奔，并伫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安尼人伫恁的爱惜顶，甲恁同食的时阵，正是打照因做牧人，敢若知影喂养家己，无所惧怕，是无有雨的云彩被风飘动，是秋天无有果子的树，死而各死，人根被挽出来，是海里的公浪溢出家己躯体的泡仔来，是流动的星，有薄雾的幽暗为因永远存留。阿当的七世孙以诺，捌有言这个人讲：看，主带着伊的千万圣者降临，要伫众人身躯顶行审判，证实遐一切不虔诚的人所妄行一切无虔诚的事，佮证实无虔诚之罪人所讲顶撞伊的刚愎话。这个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家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讲夸大的话，为得万语赞美人。亲爱的兄弟啊，恁爱纪念咱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讲的话，因捌对恁讲过，末世必有好乞笑的人，随从家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遐引人激动、属乎血气、无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兄弟啊，恁却爱伫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家己，伫圣灵来祈祷，保守家己，常伫上帝的爱中，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一寡人存着疑心，恁爱怜悯因；有一寡人恁爱对会中唱出来打救因；有一寡人恁爱存惧怕的心怜悯因，连遐被情欲
点你的衣服也当掩恶，迄会保守恁无失脚，叫恁无下无事，欢欢喜喜踮伫伊荣耀之前的咱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咱的主耶稣基督归乎伊，对万古以前便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